好，歡迎大家收聽第6集嘅通識攻略。上次有同大家分析完一啲漫畫同埋數據嘅題目啦，咁今次就講一啲嘅大家擔心答到嘅題目啦。咁例如一啲嘅政治題目啦，一講到政治題目呢，咁大家就會覺得哇，一定有政治含義啦，一定要你答翻官方嘅立場啦。但係我同大家講呢，呢樣係唔使擔心嘅，因為呢咁耐以嚟呢，就算睇翻考評局嘅marking scheme 咧，咁入邊咧，其實大家就算答一啲正反嘅立場都係有分嘅。咁而通常咧，政治題目入邊最難答嘅地方咧，一定係一啲8至12分嘅題目啦。咁我相信咧，喺而家嘅考試卷入邊咧，通常都冇咗10分或者12分嘅題目啦。咁所以8分嘅題目通常要你答三個理據或者3個角度啦。咁去到考試見到政治題目應該點做咧？例如2012年嘅練習卷有個唐英年嘅車毀人亡論啦，咁當時就問呢個80後嘅問題啦。但係大家有陣時咧係唔使咁擔心話一定要答到官方嘅立場喎，因為喺份 marking scheme 上面寫住言之成理就已經有分嘅咯，咁又可能有上品嘅喎。但係如果大家擔心到例如刻意咁樣答一啲官方嘅立場啦，咁或者係各打50大板嘅中立立場咧，咁反而咧大家可能會因為咁失分喎。因為始終咧我哋通識科咧係講求分析深入同論據論證係豐富啊嘛。咁如果大家係夾硬答一啲嘅官方立場嘅話，其實大家可能好難為自己咁樣令到自己係答即係你令到自己本身所認識嘅一啲嘅數據或者一啲嘅例子咧，其實答唔到出嚟啦。反而一定要靠近官方立場嘅話，靠近政府立場嘅話，反而會令大家即係會可能吃力不討好啦。甚至講緊各打50大板嘅中立立場，其實因為我哋講緊多大程度題啦。咁多大程度題入邊，咁如果你答一定程度同意或者係一半程度同意，我都勸大家最好唔好咁答啦。咁第一啦，因為咁樣咧，其實好易係令到自己前後矛盾嘅。因為你講下同意，突然間講唔同意嘅點咧，最尾收尾咧係好難去做，係好難去鞏固翻自己嗰個所謂嘅一半半嘅中立立場啦。第二咧，同埋我係希望各位同學咧，其實可以建立到一啲嘅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即係唔好凡事咧好似都冇立場咁樣，因為我哋講緊一啲嘅最爭議性嘅題目，都可能喺通識科考試出現嘅。例如我哋講緊高考卷咧，佢年嘅政治題目咧，其實都相當嘅爭議性嘅。咁例如11年咧就出過呢個5區公投啦，咁10年就出過呢個當時嘅保育運動啦。咁所以咧到最後咧，如果大家係最爭議性嘅議題咧係冇立場嘅話，例如最近一啲嘅，例如舊年嘅國教科風暴啦，舊年嘅中間矛盾，去到今年嘅中間矛盾啦，奶粉事件啦，甚至係講緊新界東北啦、龍尾灘啦呢啲問題咧，其實咧就講緊大家都應該要有個自己嘅睇法、自己嘅立場，去了解多啲、睇多啲唔同嘅文章，甚至係講緊就算係唔理你係支持或者反對都好咧，係最緊要咧喺個建立立場嘅過程入邊咧，係令到自己有個獨特嘅睇法啦，同埋你令到自己有一個支持或者反對嘅理據啦。咁我分享政治題目嘅答法就到呢度啦。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點樣答其他嘅題目啦。